这个全国各县市的警察局伫年底拢会来拍防疫防抢劫的宣导影片。台中第4警察分局就打扮做万家的人物，搁来搭配变笑的台词，出动着警犬队正声人的目。这个中华鹿港警察分局用3支的手机加上稳定器，搁搭配着分镜慢动作的特效，做出来的宣传片，袂输互人专业咧拍电影。我警班歹徒驶车炸武器要去抢银行，主管镜头分挂画面要慢动作，表现出歹徒真强的气势。这是中法官鹿港警分局防抢宣导影片，袂输是你看电影同款。宣传片有2分40秒，节奏真明快，佮有配角，而且袂输是敢若开真侪钱，用真侪点机同款，其实都是用手机甲稳定器翕出来。4K 60帧的方式，然后下去3台手机这样多方侧录，然后分镜。他有参考过那个警政署平常拍的形象宣导影片，然后还有一些警匪的追逐影片。还有台中市第4分局的防抢影片是变装。关键当晚做万家海贼王内面的鲁夫甲索隆去抢银行。我们船长是全村少女的，希望你装真一点点，再装多一点。逃走时搁咧做耍。猎歹徒搁出动警犬队，手款嘛展现精灵。第6分局是配合时行为题，保全嘛真够搬。年底宣导防抢嘛提醒防疫，全国各县市警察局拢想尽办法咧拍片，有笑亏嘛有专业的，会接片拢是为了要引起民众的注意来达到宣导的效果。